今次好開心啊，又有機會帶大家返嚟九州福岡呢笪地方。呢個旅程係唔講行程，唔追景點，就係想慢慢去感受一下呢個城市嘅真正魅力，同埋探索一下佢嘅真實節奏。福岡除咗出名嘅拉麵，仲有好多令人驚喜嘅本土小食店，亦有好多評分好高嘅餐廳，甚至乎你可以舒舒服服咁食杯雪糕，飲杯咖啡，同埋行下商場。其實開心就係可以咁簡單噶啦。呢一次就等我帶大家走入大街小巷，一齊用味覺去感受一下慢活嘅美好啦。另外喺節目未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頻道，俾個讚，推一推啲 view 數。你哋嘅支持對我嚟講一定係一個非常大嘅鼓勵，多謝大家。大家好啊！我終於又翻嚟啦！你睇我身後就知道係福岡啦。今次呢，我就預備咗一張好長嘅清單，都會諗住食好多嘢，咁同埋食翻啲我上次冇機會食嘅嘢，好多都係福岡嘅名物。第一餐呢，我最期待呢就係鮮鮮拉麵。啱啱落機冇幾耐 check in 咗，咁而家馬上去食鮮鮮拉麵啦 ！Let's go！ 哇！我哋而家就嚟到鮮鮮，唔好多謝，唔好多謝。咁啊，我哋點咗呢個燒底嘅，係夜晚1540 yen。咁啊，當然就係未包稅啦，但係包埋稅都好平。咁可以點3樣嘢，一個拉麵，咁一個餃子或者冷凍，同埋一杯嘢飲，可以 highball 啊、啤酒啊，同埋 lemon sour 都可以嘅。我嚟咧其實都好想食鮮鮮拉麵嘅，因為我記得我上次咧第一次嚟博多2年幾前。都係食鮮鮮拉麵，嗰陣時排隊排到好多人。今次比較幸運，排咗一陣就有位坐。不過餐廳裏面依然都係座無虛席，每個員工都係非常咁落力去照顧每一個客人嘅需要。我其實就最中意食完碗麵，全部湯飲晒嘅感覺。雖然唔健康，但係去旅行一次半次都冇乜所謂啦。今次咧就覺得嗰個豬骨湯味冇咁濃啦。不過咁，又因為佢而家做緊呢個特價1540 yen 咧，其實就真係冇投訴，有3樣嘢，咁都食到好滿足，都可以揾翻我以前嗰一種味道。呢次福岡嘅行程咧，我將會入住2間唔同嘅酒店。第一間就係 Forza Hotel， 預計係停留3晚。我哋選擇咗呢間酒店嘅主要原因咧，就係因為佢交通非常便利。距離博多站竹子口只係近1分鐘嘅路程。除此之外呢，我特別欣賞佢寬敞嘅大廳空間。佢唔單止係休息區咁簡單，亦擺設咗好多飲食嘅座位。其實呢間 Forza 呢，咁夜晚咧好在佢下邊咧有一個俾人坐嘅大廳，咁可以買啲嘢翻嚟食。咁我哋咧就喺 7-Eleven 呢度同埋 Lawson 咧就買一啲布甸啊、果汁啊，咁同有2杯紅酒咧就喺呢度送嘅。每間房送2杯，免費嘅，但係一定要喺呢個房嗰度飲嘅。等我而家簡單咁介紹一下房間啦。咁呢張就係大床 double bed， 咁啊俾你睇下個比例都好大嘅其實。咁啊房間裏面咧幾舒服。咁啊，所有嘢乾乾淨淨，廁所改用咗乾濕分離嘅設計，花灑嘅功能係非常先進。洗面盤咧就設置喺房間嘅裏面，其餘必須嘅設施咧都應有盡有。今次我哋房間外面嘅景色咧，只係對住一啲大廈嘅露台。我哋喺度再執拾下行李之後咧，咁啊今晚就訂咗自家榮，咁就去自家榮，到時再見，拜拜。一間擁有神秘色彩嘅日式料亭，傳說中係冇菜單嘅，食材新鮮到爆燈。今日我哋懷住呢個非常期待嘅心情，嚟到呢間口碑極高嘅餐廳。所有嘅日式料亭啊，一向係注重莊重感同埋高級感。入口採用咗大量木材嘅打造，隔散式嘅設計啊，使到空間既有隱約同埋通透感，但係亦保留翻日式嘅建築沉穩嘅氣質。
啱啱走到餐廳裏面就好似穿越咗時空嘅入口，好似進入咗昭和時代最熱鬧嘅時刻。呢個氛圍我曾經喺古舊嘅日劇見過，幾新奇，但係有啲熟悉嘅感覺。店員嘅服務亦非常殷勤同埋周到。大廳中央又有好多個大約12公尺嘅魚缸，呢個設計亦係整間餐廳嘅靈魂所在。佢唔單止吸引咗所有客人嘅目光，更令我哋感覺到呢度所有海鮮都一定係新鮮嘅。啱啱有位服務員提醒咗我，只可以拍攝自己嘅食物，係唔適宜大動作咁去拍攝，因為怕影響到其他嘅客人。所以今次拍攝會盡量低調處理。原來自家榮係有餐單嘅，但呢個餐單純粹都係做下樣，因為佢裏面好多味餸一早都全部賣晒。到最後佢俾咗一張今日精選嘅餐單我哋點咗一個天婦羅盛盒，裏面有蝦啦、地瓜、蘆筍同埋茄子，亦叫咗一碟醋葉青魚兩食，同埋2隻海螺。廚師嘅技術真係非凡，每片魚肉都切得晶瑩通透，但覺得呢條魚嘅風味都冇預期咁鮮甜，入口感覺有啲輕微嘅濕潤，冇咗我預期嘅清爽，略有啲失望。呢個天婦羅嘅味道都唔差，整體嘅表現都平穩，但係唔會覺得有太大嘅驚喜。食到個榮螺嘅時候，我覺得明顯有啲苦味，都唔係我完全想象嘅預期，只係覺得奇怪。到料理嘅尾聲，餐廳就將剩餘嘅魚尾魚頭嚟到烹製一個紅色嘅麵豉湯，味道都唔錯。啱啱就喺呢一間自家榮嗰度食完出嚟，咁其實佢真係見到佢咧仲新鮮活魚嘅，咁但係可能咧就我哋嘅口味就一般般，可能真係唔識食。因為香港食嗰啲咧，我哋覺得好味嘅，咁其實就即係可能好笑話，因為香港嗰啲全部都係雪藏咗死嗰啲魚雪藏，然後再混嗰啲過嚟嘅，咁而呢啲咧就係你當然係唔識食啦。首先，我哋點呢條嘅係醋葉青魚，呢類魚咧係肉質偏軟，同埋個口感係唔會清爽嘅。呢類魚係唔可能即時做刺身，一定要醃醃咗1-2日之後才可以上台。前期嘅準備功夫係非常之複雜，處理難度亦非常高，做出嚟嘅魚片就帶有點濕潤嘅感覺，風味獨特。曾經有人話，當你喺一間高級嘅料理店見到師傅處理活魚嘅時候，你睇到嘅唔單單係廚師嘅工作，呢個係一個藝術嘅總監，係一個指揮家，同埋展現刀法嘅時候，師傅運用咗最尖端嘅技術，就係活體、神經體同埋冰溫管理，喺短短半個小時內，將呢條魚創造出一個普通情況唔存在嘅美味窗口。客人之所以付出昂貴嘅費用，就係因為可以品嘗同埋欣賞到呢次獨一無二嘅演出。關於榮螺，佢係外殼堅實同埋有旋轉凸起嘅貝殼類，通常係以蓋燒嘅方式烹調，即係將整隻螺放入爐中烤熟，保留原汁原味。而呢種料理嘅方式係唔會去除內臟，因為咁嘅緣故係一定會出現苦味。呢個絕對唔係廚師嘅失誤，而係呢道菜自然嘅風味。好多老牌嘅名店都係好中意呢種苦中帶鮮嘅層次感。如果對新口味感興趣嘅朋友，或希望探索不同飲食口味嘅體驗嘅人士，不妨嚟呢度試一試，感受一下昭和時期嘅飲食體驗啦。亦希望曾經喺呢度食過嘅朋友，亦可以留言分享一下呢度嘅飲食體驗啦。食完自家榮之後，就而家夜遊天神南。咁啊，天神南咧喺呢度嘅一個站名，呢度類似好似東京嘅新宿區咁上下。天神南嘅夜市係非常熱鬧，行咗冇幾耐，我哋見到一間店鋪聚集咗好多人。呢間可能好好食喎，你去睇睇。哦，原來係賣雪糕同埋 crab。我哋見到咁吸引，所以都走咗入去食甜品。雖然試過味道只係合格嘅水平，但係今晚用呢個甜品嚟做結尾就非常滿足。今日天氣非常好，陽光普照。咁我哋而家正行緊去個 Bills 嗰度食早餐。標石中洲一間人氣店，我哋今次特登慕名而嚟呢度食早餐。
呢度一早就排咗好多人等入座，一入大廳就感覺到呢度非常通爽，環境真係冇得輸。餐廳採用咗木系嘅風格，可以見到河畔嘅景光真係打卡一流，特別係窗外面嘅河景，環境真係優美到冇得輸。但係可惜講到早餐，質素似乎中規中矩，價錢方面就有啲偏高。我覺得如果你只係想揾個靚嘅環境坐低打卡同埋影相，呢度嘅環境係 perfect 嘅。但係如果你只係為咗食物質素而嚟，咁我覺得呢度就唔係太值得。我就當自己嚟睇一睇風景，順便食埋個早餐，享受一下。食完早餐之後行唔夠2分鐘，我哋就見到一蘭嘅本店。一蘭本店真係犀利，而家大概係10點55分，已經開始排滿晒人。咁就睇下我哋離開之前有冇機會再嚟呢度食啦。咁啊，今日咧我哋就訂咗呢間鐵板燒十，終於嚟到啦！鐵板燒十呢間就係啦，呢間又係福岡嘅一間人氣店。我哋選擇咗呢間餐廳，又係慕名而嚟嘅。我哋今次係食鐵板燒，佢個裝修係融合咗紐約嘅布克林元素同埋日本高雅嘅質感。因為佢以金色為主，所以營造咗成熟同埋奢華嘅氣氛。主廚喺客人面前烹調，已經覺得香氣、聲音同埋視覺已經係用餐嘅一部分。我哋點咗一份9州產嘅西冷牛扒套餐，一份極上嘅牛菲力套餐。好香啊！前菜係一碟沙律菜，所有蔬菜都非常清新爽口。鋪喺面嘅蟹肉份量亦好多，同埋好鮮甜。我哋點嘅牛菲力油脂係分布均勻，同埋肉質非常細嫩。不過可惜西冷就油脂比較多，同埋口感帶一啲煙韌，所以有啲失望同埋都唔會推介呢個西冷扒。另外好搞笑嘅就係廚師喺我前面就煮緊第2台嘅海鮮，對我嚟講完全係失去咗食鐵板燒嘅靈魂。而我哋嘅牛扒係烹調之後，至送到我哋面前切片，之後再呈上俾我哋。佢哋做牛扒、海鮮同埋炒飯各自有唔同嘅區域，強烈感覺到食鐵板燒嘅意義背道而馳。之後再送上炒飯同埋麵絲湯，到最後有個甜品嘅餐車出現，呢樣嘢確係有啲驚喜。車上擺放咗琳琅滿目、各式各樣嘅甜品，推到每一台客人嘅身後時所有客人都非常興奮同埋期待去選擇。呢個亦正正係整個環節嘅其中一個精髓，客人可以自由自在咁樣選擇自己嘅喜歡嘅甜品，令到整個餐嘅結尾都充滿咗開心同埋幸福嘅感覺。對我嚟講食鐵板燒，如果廚師唔喺你面前烹調自己嘅食物，呢一餐我覺得已經係大打折扣。如果可以，亦請大家可以喺留言區嗰度討論一下啦。福岡之旅第1輯已經圓滿結束，期待下一集可以盡快同大家分享啦。下一集我繼續會帶大家去漫遊福岡，繼續享受福岡嘅美食。我哋亦轉咗一間喺中州嘅新酒店，期待下次好快再見啦！再一次非常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拜拜。